第23章，你若甲官长坐倒，着注意伫你面前的是啥物人。你胃口若好，着会晓家己约束，毋通贪物件好食，因为迄是得变人的食物。毋通破磨求好业，着有智慧家己约束。你目一个呢，钱财就无去，因为伊会发失，亲像鹰鸟飞上天。毋通食当生的人的饭，嘛毋通贪伊的好食物。伊前后算，袂互你白食。伊虽然对你讲，请食，请啉，其实伊心内无得安尼想。你所食迄点仔嘛着吐出来。你所讲的好话拢无路用。毋通讲话互戆人听，伊会看轻你智慧的话。毋通依刷早前所立的地界，嘛毋通侵占孤儿的产园，因为因的属火者上主大有能力，伊会替因伸冤。着专心领受教示，压耳孔听知识的话。囡仔毋通无管教，用册仔拍袂治到死。你用册仔拍，会救伊免落阴府。我的囝，你的心若有智慧，我的心会真欢喜。你的喙若讲正直，我的心会真快乐。毋通嫌善歹人，着不时敬畏上主，将来一定有愿望。你的愿望袂无去。我的囝着听，着有智慧，互你的心正直的路。好酒的、贪食的，毋通甲因往来做阵，因为好酒贪食的会治到散赤，因规日困，会治到穿破衫。着听叹生你的老爸，你的老母老的时，嘛毋通甲伊看轻。着买真理，毋通卖，嘛着买智慧、教示甲明理。正直人的老爸会大快乐，人生着智慧的囝，会因为伊大欢喜。着互你的爸母欢喜，互生你的老母快乐。我的囝，着将你的心交托我，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，因为枪击是深坑，淫妇是陷阱。伊亲像贼在长等，要互无忠实的人增加。啥人在发惨啊？啥人在发害啊？啥人在冤家？啥人在怨叹？啥人无缘故受伤？啥人目睭得起冤枉？就是啉酒毋知煞，四界找调和的酒啉迄款人。酒伫杯内变红闪烁，你毋通看。啉了骨喉，到尾亲像互蛇咬着，互毒蛇毒着。你的目睭会看到奇怪的景象，你的心会错乱，喙讲酒话。你会亲像倒伫海中，困伫船条顶。你会讲，人拍我，我袂听；人讲我毋知听。我醒起来就搁去找酒啉。